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3月12日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士师记第1章到第3章。我们的主题是暗黑时代将到，他知道。RPG 祷告的金句，我们要来看新约的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。借着他的爱子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我们的罪很像是一点点的黑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就是在我们的浴室或厨房，刚开始是一小小点发霉的小黑点，但它却会越来越多，而且日子久了，怎么样都洗不掉。医生说，这样的小黑点竟然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，它会是致命的杀人凶手。那么我们生命中那一点点发霉的小黑点，是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抉择中，整个人生就不知不觉中就暗黑了。那有谁知道呢？有这位上帝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之后，然后呢？是啊，然后呢？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在做一些决定，我们会心惊胆跳，我们会替他担心，甚至我们看着他一直往那个死亡的路上走，那罪恶的路上行，而我们除了劝诫，我们还不断的，甚至有时候是拉扯着他，但他还是往那个方向去，我们真的是会很挫败，是吗？英语牧师有好几次协谈的对象是那自杀的家属，其实他们心中是非常愧疚的，也就是他们陪伴了他们家人，知道他们有这种自杀的倾向，甚至有这个计划，好不容易救回来了，可是就在那转身之间，家人就跳下去了。那种愧疚就是我才一下子去厕所，我才一下子怎么事情就发生了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如果开始看士师记，我们的心里会像这样很难过的。那暗黑的时代好像因着约书亚的时代结束了，在第1章，在第2章也回顾了这些约书亚时代的事情，而就在有限的人生结束之后，而下一代呢，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，而这迦南美地原来是有很多邪恶民族居住的地方，而神透过约书亚帮助他们占领之后，而且一再告诉他们不可以容许这些不合神心意的罪在他们的当中。但我们心会随着士师记逐渐的开展，而我们越来越难过。今天的经文来到的第3章，虽然我们可以陆续看到几个士师，恶夺虐、以物，而这些士师应该不是说是他们的政治领袖，但却是在他们灵性上面可以有一个带领。但我们看到，其实他们仍旧是人而已。在这3章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其实从那些未完全占领的应许之地，
还有不顺服神而被击败。即便神的怜悯在第一个时期俄陀聶的兴起，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征，就是还算不错的士师，它的记载会没有几节。但如果你发现记载的这个士师越来越多节或章节，我们就会发现人性那个罪恶是越来越苦，越来越多的，影响也越来越深。而在这些黑暗时期中，光明的上帝在哪里？上帝所赐的光在哪里呢？仍然在的，亲爱的大家，在我们不容易的时候，神的光它仍然在，而且它发出那个讯号，很强烈光的讯号，一再的邀请我们要回转归向神。到新约，神要救我们脱离，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。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自由，我们的罪要得赦免，这是信实的神给我们的应许。而这个拯救已经临到，就在于我们愿意接受吗？暗黑的时代，神的儿女们，我们是有光明的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光。上帝的光要照亮我们，在黑暗中有一个指引，让我们也活出神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正在黑暗里吗？我们正在暗黑里吗？你的人生可以不一样，真的可以不一样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音乐牧师的第二儿子异象，在7年以前，其实他在那暗黑里，他的好朋友5位里面，有1位意外过世，有1位坠楼，而另外有1位在21岁就被判刑22年，还有另外1位也是在监狱里面判刑都是10年以上。最后这1位看起来以为是很发达的成功商人，但最近也被定验10年以上的刑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事。异象选择常常去监狱看他们，因为他告诉他们有一个好消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好消息跟福音就在我们身边的人，也照亮他们好吗？他们或许身体不在监狱里，但他们的心却被关在监狱里，在那暗黑里，所需要的是自由的光，自由的气息。愿圣灵的气息吹进这些困苦人，在暗黑里面的人，让他们得着活起来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光，我们也随着你的光走向你要我们指引的方向。现在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但我们寻求你，你必要带领引领我们。谢谢你总是比我们更早就知道，而且你就预备够用的恩典，一步一步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在神的光中，让我们
今天是得胜有余，我们明天见。